張家輝夫婦由離島被偶遇，60歲關詠荷素顏露臉，與路人合照好親切。現年60歲的關詠荷在2013年拍攝了 TVB 劇集《情逆三世緣》之後，就再也沒有拍攝過任何影視劇，隔幾年才拍一次廣告，已經甚少在公眾場合露臉。張家輝多次表態，從來沒有限制關詠荷復出，是關詠荷一直沒有復出的想法，因此想要看到關詠荷的近況，更多的時候只能靠路人偶遇。關詠荷雖然不在公眾場合露臉，但是日常生活也頗為活躍，經常在戶外遛狗或是與家人在香港遊覽。早前他與張家輝在香港離島南丫島旅遊，就被路人偶遇，還大方合照了。淡出娛樂圈後的關詠荷卸下了明星的光環，自我身份的認同就是尋常的市民，由於沒有壓力，外出都幾乎是以淡妝甚至素顏現身。夫妻倆同遊離島就是想來一次休閒之旅，所以關詠荷當天也沒有刻意打扮。從被公開的照片來看，因為天氣清涼，又是去海島，所以她穿了厚外套，還戴上了圍巾，重點是以素顏示人。或許關詠荷並沒有想到自己淡出那麼久，還有那麼多人關注她，所以被認出後顯得受寵若驚。不過並沒有抗拒路人的合照要求，反而來者不拒。看來當天她的心情應該還是不錯。罕見關詠荷露臉，外在形象別來無恙。當天她穿的卡其色的外套，圍上了白色絲巾，頭髮依然很長，由於海風較大，所以頭髮略顯凌亂，不過狀態是真的好。雖然幾乎是素顏出鏡的她並不抗拒與路人合照，甚至還相當大方地配合邀請者。其中有一位是長者，關詠荷還主動走到長者的身後，拿起對方的手機自拍，表現得極為親民，且一直笑口盈盈。而身邊的張家輝也非常配合。張家輝當天穿了牛仔衣，戴了帽子，也受邀一起合照。合照的時候，關詠荷下意識地靠向張家輝，挨住對方的肩膀，可見兩人感情相當好，真是恩愛夫妻。關詠荷與張家輝多年來都是圈內的出了恩愛夫妻，這對恩愛夫妻不像其他的明星夫妻那般，總是會夫唱婦隨，或是高調秀恩愛。因為關詠荷已經淡出了眾人的視野，過起了尋常人的生活，也就很少在公眾場合看到夫妻合體。關詠荷在2013年後淡出娛樂圈，很多人一直都以為是張家輝不讓關詠荷復出，因為兩人育有一個女兒張彤。張家輝擔心夫妻倆都出來工作，沒有人照顧女兒，所以希望關詠荷留守家中。結果就有了張家輝不讓關詠荷復出的說法。事實上根本就是關詠荷不願意復出。本身關詠荷也的確很在意女兒的成長與學業。從前女兒年紀小，需要家人陪伴，關詠荷就犧牲了事業陪伴女兒。後來女兒上學了，關詠荷又關心女兒的成績，所以把更多時間留給女兒。如今女兒已經18歲，應該也不需要她過多操心，她仍然沒有復出，顯然就說明不是張家輝不給她復出，而是她就沒有想要復出的念頭。相反，她更樂於當下這種尋常人的生活狀態，不需要為生活忙碌，不需要為子女操心，過得自由自在，悠然自得。有不少香港藝人都如關詠荷這般，在結婚之後就淡出了娛樂圈，但是那些大部分遂淡出的女星，她們多少還是與娛樂圈保持關聯，比如偶爾會出席頒獎禮，比如會隨另一半出席公開活動，甚至到內地登台演出，就更不用說更新社交平台。
對比起來，關永河真是一個例外。他淡出就真的是淡出了，不玩轉社交平台，也很少出席公開活動，就更不用說去內地登台了。這些年能夠看到他露臉，也的確只能通過偶遇的方式。也正是因為如此，至今都有很多人翹首以盼，希望他能夠復出。以關永河如今60歲的年紀來說，他要復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一方面他沒有經濟方面的壓力，張家輝如今是當紅影星，片酬很高，足以養起全家。另一方面還是因為關永河沒有復出的念頭，也就是沒有戲癮。儘管嘴上說有足夠好的劇本，以及適合的合作的對象會考慮復出，但這種也是可遇不可求的，不過是個藉口罷了。再加上年紀也大了，自然不想太辛苦了，也就作罷了。